这个月25，台北市跨年晚会舞台发生公安意外，一个做工的人为烟架摔落死亡。虽然劳检处迄天就要求部分停工，不过27下晡煞着同意复工继续工程。有机关着执期是为着赶跨年的工程进度，才落错着复工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讲会追究责任，劳检处是讲是有确认现场符合治安法了后，才同意复工。打出对舞台一个第二的相片，担任台北跨年晚会主持人的艺人露露黄露主因，伫面册写对无明英雄致意。去年12月25，台北市跨年晚会主舞台搭建工程，发生一个工人嘛是甲团主唱的36岁查甫人，为15公尺悬的铁架落落，送医抢救救无倒来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初时表示，厂商有疏失，会追究责任到底。感到非常遗憾，而且一定会究责到底。劳动局初步回报。厂商确有疏失，第一时间我也要求启动关怀机制，同时隔天他们就到中立去问问家属，并提供慰问金。25发生事故，虽然北市劳检处迄天就以部分停工处分，不过27下晡就同意复工。民测专业雅思实验答问这个重大工安事故，会当伫24点钟内完成劳检申请复工，个核准时间。不过相关部门煞甲家属讲，劳检报告爱30天，劳检处赶紧搁再说明。已召开复工审查会议、书面审查及现场查核等3阶段最严格标准审定之，确保施工环境、工作者安全无虞，实准复工。赶着要跨年啊，不要让那个市政府丢脸啊，所以就马上就草草的就让它复工了。一个生命就这样子消失了，不是说你市长出来讲一下，我们一定会究责。那究责救了10天呢？那责还在哪里？劳检处初步认定事故发生迄当时，雇主无确实使劳工绑安全带，会依法追究厂商的责任。嘛已经加紧脚步写重大职灾报告书。可惜话是讲，后礼拜3相关单位会召开重大灾害检讨会议，查清楚状况甲责任，嘛会注意调查进度。毋若讲爱护家属真相，也希望未来莫阁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